我經常為長者搞慈善活動，經常聽到佢哋講有支南洋寶芝糖海狗油好好用啊，係婆婆專登託我幫佢買㗎，佢話用咗好多年，好有效啊！我現場示範一下呢支海狗油嘅功力，頭一頭，捽一捽，舒筋又活絡，涼浸浸嘅感覺立即滲入皮膚啊！婆婆還立即送俾佢嘅好姊妹用啊！咁好用嘅鐵蛋活絡油，當然要告知所有嘅姊妹啦。我嘅好姊妹好多都知道呢支活絡油㗎，不妨喺小紅書話俾大家聽啊！呢支咁好用嘅海狗油就喺旺角運城中西大藥房購買。運城中西大藥房有一隻非常出名嘅網紅貓店長佐 B 啊，平時會走出巴士站同遊客打交道㗎。今日我錯過咗佐 B 嘅工作應知啊，他喺度瞓覺，我唔騷擾你啊，你繼續休息啦。喺佐 B 努力嘅堅持下，運城中西大藥房好好生意啊！好多遊客都會專程過嚟睇下佐 B，順道買一些平安藥返屋企看門口。藥房特別推介呢個迪森博士強力心腦康。現在都市人經常交際應酬，又煙又酒，食無定時。冠心病有年輕嘅趨勢，60%香港人都有三高啊！強力心腦康可以喺腦方面、心臟方面、血管方面都有療效。預防勝於治療，問問自己嘅家庭醫生嘅意見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